我係劉華，舊樓驗樓超高階版，幫你裝修慳返10幾萬以上。你唔信啊？買樓收樓後係咪裝修乜都做就冇事？勝負取決於小問題定係嚴重問題。留意以下呢個服務幫唔幫到你：一、高壓水窗試驗鋁窗，深層條件問題，例如戶外防水、窗開關問題、窗膠邊問題、窗架問題。二、樓上樓下單位漏水，你嘅樓上有冇漏水可能會影響到你樓下，唔驗清楚咁就關你事。三、單位本身漏水問題，你個單位本身漏水，局部性大裝修，原來最後都未必關你事，有可能樓上漏到樓下，定係你裝修完先至發現。四、大廈公契檢查，大廈公家地方漏水，你有冇本事知道點樣要管理處維修？五、全屋電源檢查，你真係覺得現在目測冇問題，會唔會賣樓前個單位化咗妝俾你？知唔知咩叫裝修化妝？六、地台有發霉漏水，想知道地台有冇漏水？